想象下，你朝早起身，發現耳仔一邊好似塞住咗咁，聽電話聽唔到，聽人哋講嘢好似隔住咗幅牆。你以為係感冒或者係耳屎塞住咗？千祈唔好等啊！呢個好可能係突發性失聰，醫學上稱為耳中風。佢係一個神經線嘅急症，係要馬上處理嘅。咁我哋臨床上有一個333定義，喺3日內突然之間發生，連續3個頻率嘅聽力下降，超過30個分貝。如果你出現呢啲症狀，就請你即刻放低手上所有嘢，去揾醫生評估啦。因為你正處於一個黃金72小時嘅治療期。點解神經會突然之間耳中風呢？咁我哋就要由現代醫學嘅病理同埋中醫嘅氣機兩個角度去睇啦。咁喺現代醫學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下，內耳負責聽嘢嘅蝸牛入邊嘅血管其實係非常之幼嘅。咁佢係一個終末支，即係話佢係一個掘頭路，就冇其他路可以繞道供血噶。咁當發生一啲血管痙攣或者栓塞嘅時候，就會容易耳中風啦。如果你長期有高血壓、高血脂或者最近極度疲勞，血管就會突然之間收縮或者俾血栓塞住。內耳神經一旦缺氧超過幾個鐘，母細胞就會開始成排壞死噶啦。第二就係一啲病毒嘅侵襲，就好似嘴角會生飛滋咁樣，潛伏喺神經入邊嘅病毒會喺你免疫力低嘅時候突襲，令到神經線發炎，切斷咗信號，都會導致突發性失聰嘅。中醫睇耳中風，主要係睇你體內嘅氣血運行係咪有受阻。第一種就係肝火上擾，呢一種係最常見嘅。如果你最近壓力比較大，容易發脾氣或者長期失眠，肝火都會隨住經絡向上衝。中醫就叫呢一種係氣逆，呢股火會令到耳竅嘅氣機瞬間閉塞，導致突然之間聽唔到嘢。第二種就係氣滯血瘀啦。如果你係長期坐 office， 頸椎唔好，令到氣血運行得好慢，當血液嘅黏稠度高，形成淤血嘅時候，就係我哋現代醫學講嘅微循環阻礙，都會導致耳仔突然之間中風㗎。第三類就係清陽不升。如果你脾胃虛弱，身體嘅營養上唔到去耳仔度，神經得唔到滋養，就會突然之間停電啦。簡單嚟講，耳中風就係你體內嘅生理債一次過爆發，血管塞咗係硬件嘅問題，氣機閉塞係軟件嘅問題，兩者加埋就會造成咗突發性失聰嘅狀況。如果你有發現聽力突然之間下降，我會建議跟以下流程做嘅。咁第一步就係即刻揾醫生評估，千祈唔好以為係感冒或者淨係耳屎塞住咗而等幾日啊！我哋會建議即刻去揾耳鼻喉科或者急症室，醫生會先排除中耳炎或者耳膜穿窿等等嘅原因。第二步就會做聽力測試啦。咁醫生一般都會幫你安排即刻做一個專業嘅純音聽力測試。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要確定你係神經受損定係傳導性嘅問題。咁我哋臨床上有一個333嘅標準，如果喺3個連續嘅頻率上面，聽力下降超過30個分貝，就會正式診斷為突發性失聰啦。第三步就係要馬上接受治療，唔好等啊！一旦確診咗耳中風，治療就要快、狠、準。喺西醫方面，通常都會使用一啲高劑量嘅類固醇、口服或者耳仔嘅注射，目標係用最快嘅速度幫助個神經線發炎消除，止住個傷害。而喺中醫方面，喺受損嘅頭幾日，我哋會建議同步進行針灸嘅治療，去刺激神經線，促進你嘅康復。針灸可以擴張微血管，幫受氧唔夠嘅神經細胞供氧，改善翻局部嘅血液循環。咁我哋就見過太多嘅病人等咗1個禮拜、2個禮拜，發現耳仔冇好轉，先至去睇醫生。咁記住，神經細胞嘅一旦壞死係不可以逆轉嘅，寧願睇錯唔好錯過，喺黃金72小時內出手，你康復嘅機會係最大㗎。好多病人問，倪醫師，我已經打緊類固醇啦喎，中醫仲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呢？
中醫一般就會用中藥同埋針灸去處理突發性失聰嘅問題嘅。咁第一個就係針灸啦。針灸係中醫治療耳中風最強嘅手段之一。我哋就會針對耳仔附近嘅聽會、危風等等穴位，做一啲神經性嘅刺激。咁針灸嘅作用最主要就係改善翻內耳嘅血液循環，幫你開闊翻條路，等氧氣同埋營養可以送入去就快死嘅神經細胞度嘅。第二個就係刺激神經線啦。咁我哋透過針灸嘅刺激，可以重新喚醒處於休眠或者受損狀態嘅聽覺神經線，幫助個聽力慢慢恢復。第二就係中藥。咁我哋頭先所講嘅針灸係外治，中藥咧係負責內服，負責系統性嘅修復嘅。咁我哋就會用一啲活血化瘀嘅藥，例如葛根、丹參、赤菝等等，去化走血管入邊嘅瘀滯，有通血管嘅作用。佢可以改善翻內耳嘅血液循環，等血液流動得暢順啲。第二就係清肝息風，針對壓力大、肝火旺嘅病人，我哋就會用清肝平肝嘅中藥，等神經線唔好再受干擾。第三就係益氣充耳。如果病人本身體質比較虛弱，我哋就會加入啲補氣嘅藥，將最好嘅營養送去耳仔度，支持翻神經嘅再生。而最重要嘅係，任何治療都要及早進行。如果喺發病嘅頭個2個星期內同步進行，神經修復嘅結果係最好㗎。好多病人都問魏醫師，我係咪一定會好返嘅呢？咁其實醫學上對突發性失聰有一個好著名嘅3分1法則，即係1/3嘅病人可以完全恢復，好似冇事發生過咁樣。另外1/3嘅病人佢係部分恢復，聽力係會翻嚟咗啲，但係可能仲會有啲悶塞或者耳鳴嘅狀況。而最後1/3嘅病人呢，效果就一般啦，聽力嘅改善係唔明顯嘅。咁呢一樣嘢聽落好似撞彩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咁因為決定你係屬於邊1/3嘅最大因素，就係同你幾時開始醫，你嘅體質對藥物嘅反應都有關係。所以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喺黃金期內用中藥同埋針灸去配合西醫嘅治療，可以幫你改善翻、提升康復嘅成功率嘅。好多病人問醫師，我又針灸咗，又食緊類固醇，咁平時飲食上有咩要注意呢？咁你要記住，神經修復其實係需要一個乾淨、高氧、低壓嘅環境。如果你一邊醫一邊仲食埋啲令血管收縮或者增加發炎嘅嘢，咁就會影響康復進度啦。咁我哋飲食上有3大禁區，唔好再加重內耳嘅負擔嘅。第一就係低鹽，因為高鹽分嘅飲食係會令到水分滯留喺體內，增加內耳嘅壓力。就好似條水管本身已經濕濕地，你仲加水壓入去，咁就會好得比較慢啲㗎啦。所以罐頭、加工肉類、重口味嘅嘢食都要戒嘅。第二樣就係咖啡因同埋酒精。咖啡因係會令到血管收縮，減少送去內耳嘅氧氣，而酒精就會增加神經發炎嘅機會。咁所以喺治療期內，請先忍下口，俾神經休息下先。第三就係甜味嘢同埋生冷嘢啦。中醫就話甘味生濕，甜嘢同埋凍飲都會令到你嘅脾胃比較虛弱，產生痰濕，阻塞咗耳竅嘅氣機，令到血液循環變得好黏稠。咁記得以上嘅嘢都要少食啦。咁而有啲乜嘢要食得多啲呢？咁我哋臨床上都有3大助攻嘅食物，可以為神經提供翻修復嘅原料嘅。第一個就係維他命嘅 B12，咁 B12就係修復神經嘅關鍵原料啦。可以食多少少牛肉、蛋黃、蜆。如果你係素食者，可以補充強化營養嘅酵母。第二樣就係鋅同埋鎂，鋅可以保護內耳嘅毛細胞，而鎂就可以擴張血管。南瓜子、綠色嘅蔬菜，尤其是一啲深綠色嘅蔬菜、腰果，都係好好嘅來源嚟㗎。最後就係一啲抗氧化嘅食物。神經受損呢，其實就會產生好多代謝嘅廢物嘅。咁藍莓、士多啤梨、番茄呢類深色嘅蔬果都可以幫手清理呢啲廢物㗎。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突然之間話耳仔塞塞地聽唔到嘢，請你將呢一條片 share 俾佢，可能你咁樣就救咗佢一邊耳仔。記住，耳中風唔等得㗎。如果你試過突然之間聽力下降，就要馬上睇醫生處理啦。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嘅影片，我哋下條片見啦。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記得俾個 like、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Mana Health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我哋下條片見啦。